收藏佛牌玩到好似踩地雷，你話煩唔煩？各位同好，大家好，歡迎來到底牌說真話。上一集同大家用最接地氣嘅角度拆解咗請完佛牌反而黑到貼地行衰運嘅背後真相，喺群組入面反應非常熱烈。今日第5講，我哋繼續翻開牌圈嘅迷霧，傾一個喺 Facebook 群組日日有人拗、新相識問完又問，但係誤解極深嘅話題。佛牌到底可唔可以帶雙數？返到屋企係咪一定要擺高過頭頂？喺佛牌市場入面打滾咗20幾年，我日日睇到無數海外華人藏家將佛牌講到好似踩地雷一樣，誠誠惶惶。好多人一見到我就顯得好焦慮咁問：老闆，我原本帶緊3尊牌，今日想加多1尊，但係出面啲人話帶雙數會相沖，運勢會唔平衡，係咪真帶？或者有人會話：老闆，我住喺公寓，我間房上面係人哋個廁所，我尊牌擺喺間房度，會唔會中招冇晒法力呀？每當見到呢種眼神，我通常都會請佢坐低飲啖水，聽我講句老實話。出面嗰啲所謂嘅鐵律禁忌，有90%以上，通通都係海外華人圈子自己發明、自我設限出嚟嘅神話。泰國當地人聽完只會一頭霧水。我哋首先來傾下帶雙數會相沖呢個流傳最廣嘅迷信。喺泰國當地，不論係大型嘅佛牌比賽、佛牌雜誌嘅封面，定係寺廟住持資深藏家，你隨時可以見到有人帶2尊、4尊，甚至滿空堂都係牌。喺南傳佛教嘅教義同埋泰國傳統文化入面，根本從來冇雙數不吉利或者雙數會破壞磁場呢種說法。咁樣呢個禁忌到底係點樣嚟嘅呢？底牌掀開，其實純粹係因為物理平衡同埋華人諧音嘅誤解。第一個係物理平衡，當你佩戴雙數，例如2尊或者4尊佛牌嘅時候，如果用一條普通頸鏈，2尊牌會喺胸前撞嚟撞去，甚至疊埋一齊，好容易條鏈就會側向比較重嘅一邊。為咗等頸鏈平衡，大家習慣喺中間加多1尊，變成單數。這純粹係佩戴工藝上嘅考驗，跟法力神明相沖完全冇半點關係。第二個係諧音迷信。華人社會對雙數有特定嘅聯想，有人覺得雙數諧音似個雙字，或者覺得單數代表陽，雙數代表陰。嗰啲商業牌商為咗等你有心理壓力，就會順水推舟，話你帶雙數唔好，從而逼你加碼再買多1尊，湊成單數。如果你因為驚相沖而強行配多尊自己唔太中意嘅牌，咁你就真係中咗商業牌商嘅圈套啦。第二個讓無數同好焦慮嘅問題，就係佛牌嘅擺放位置。很多人聽信傳言，覺得佛牌係神聖嘅，返到屋企如果唔供奉喺高過頭頂嘅神台上，或者不小心被樓上嘅人踩到，例如住公寓樓上係鄰居嘅床或者廁所，佛牌嘅法力就會立刻消失。聽我講句老實話，如果高僧嘅願力同埋經典經咒嘅能量咁容易就會因為一個建築結構，或者因為你擺低咗幾厘米就失效或者中招嘅話，咁呢種力量未免太過脆弱啦，根本不配稱為聖物。泰國高僧喺加持佛牌嘅時候，修持嘅係無雙嘅佛法。真正嘅高僧願力係穿透虛空，不受物理空間限制嘅。泰國當地人將佛牌擺高，本質上係基於一種南傳佛教嘅禮儀與尊重，就像我哋尊重長輩，不會把父母的照片隨便掉喺地上洗腳一樣。
呢個係一種內心嘅恭敬，而絕對唔係一條法力物理限制線。如果你居住環境有限，住公寓、住套房，只要保持環境乾淨，將佛牌妥善收納喺櫃桶、抽屉或者床頭櫃，內心保持一份敬畏，就完全足夠啦嘛。日日去傾樓上住什麼人，日日攞把尺去量高度，呢個唔叫虔誠，呢個叫強迫症。傾到呢度，我想俾大家一個我呢20幾年嚟睇得最透嘅觀點。收藏佛牌要求嘅係一份內心嘅審穩與細水長流。如果你帶尊佛牌帶到生活處處受限，行路驚踩地雷，食餐飯都疑神疑鬼，咁你帶嘅唔係聖物，你係幫自己套上咗一把無形嘅枷鎖。泰國佛教嘅核心永遠係教導我哋心不隨境轉，外在嘅數字、外在嘅空間方位都係虛妄嘅外相。真正嗰啲流傳下來嘅真品老牌，大師們當年督造嘅初衷係希望你戴上它之後能夠感受到佛法嘅慈悲，喺面對生活風浪嗰陣有底氣、有平安。你行得正、企得正，平時做生意誠信待人，胸前嘅聖物就係你最強大、最審穩嘅護航。心中有佛，何處不淨？心中無鬼，何懼之有？好啦，今日呢一集同大家用最接地氣嘅觀點拆解咗雙數同埋擺放地方嘅迷思，希望幫到大家除低嗰啲無謂嘅心理負擔。收藏佛牌最緊要係玩得清清爽爽，借力修心，而唔係俾嗰啲人為發明嘅規矩綁死自己。下一次我哋繼續底牌說真話。下一集我哋要傾吓，當你攞起放大鏡嘅時候，你到底應該傾啲咩？老手同新手嘅眼界落差究竟喺邊度？多謝大家今日嘅收聽同關注。如果你對佛牌禁忌有過任何哭笑不得嘅遭遇，歡迎喺我哋群組嘅留言區一齊交流吹下水。